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財務自由族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故事。我點樣由一個窮出身、冇家底嘅一個普通香港打工仔，喺27歲成功達到財務自由，正式提早退休。咁喺我開始分享之前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就係你有冇試過每朝6點半起身，未食完早餐就衝去搭地鐵，返工返到夜晚9點，放工嘅時候返到屋企已經攰死，冇精神去做任何嘢，連飯都唔想食。喺香港租一個劏房都差唔多要1萬蚊，人工升少少，但係樓價同埋通脹已經升到你永遠都追唔上。每日死慳死抵儲到少少錢，幾時先夠退休？好多喺香港嘅打工仔，每日都係為咗生存而疲於奔命，感覺自己永遠都係一個奴隸，冇盡頭嘅工作就好似坐成世監咁樣，唔知幾時先至可以逃走。我以前都係咁，但係今日我想喺度同各位講，每個人都可以重獲自由。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，我點樣由一個好普通嘅家庭，一個好普通嘅出身，係由一個好普通嘅大學生，去到後來我係一個好普通嘅打工仔啦，一步步去到27歲嘅時候係成功財務自由嘅。首先講一講我嘅一個背景啦。嗱，其實我嘅出身咧就真係一個香港好普通嘅家庭去出身嘅啫。咁我冇一啲即係所謂父蔭啊、父幹啊咁樣樣，咁啊冇一啲好好嘅資源，亦都冇所謂嘅背景啦。咁係一個普通平凡嘅香港人。咁我屋企咧其實都唔係有錢人嚟嘅。咁啊住嘅環境其實都係即係好細啦、好逼仄啦。我爸媽其實都係即係雖然佢哋係打工啦，咁都有收入，但係因為即係你知道喺香港其實如果你學歷唔算高，咁你都係即係只能夠從事一啲低收入啊、一啲勞力嘅工作啊咁樣樣。咁所以其實都佢哋都有盡力去即係供書教學啦。咁但係由細到大我都明白就係所有嘢咧都要靠自己嘅。咁我就係冇一啲好好嘅資源去俾我嘅。咁所以平時我亦都唔會有零用錢啊呢啲嘢嘅。咁其實想要嘅嘢咧都唔敢出聲嘅。咁我父母咧其實由細到大都灌輸我一個諗法啦，即係有個概念啦，就係讀書先至有出路嘅。咁但係其實當我好努力考入大學之後咧，我就發覺其實事實並唔係咁樣嘅。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，即係其實係咪話我好勤力讀書，將來一定賺好多錢咧？咁都如果有少少社會經驗嘅人都可以知道，其實唔一定嘅，係啦。即係你好勤力讀書入到大學，你就係真係叫做有張入場券嘅啫。即係你有個學位，你就叫做可以申請到啲有學位先至可以申請嘅工作。但係你係咪生活會好好，係咪會揾好多錢咧？其實就唔係嘅嚇。咁你都可以查到啦，上網其實大學畢業生平均揾緊幾多錢咧？萬幾2萬蚊。咁你睇一睇香港嘅生活物價水平，咁其實你每個月份糧，你交完租，你俾完家用，其實剩低幾多咧？你香港想租一個細細地嘅正正常常嘅單位，講緊都要萬幾蚊，即係除非你租劏房嘅啫。劏房其實都要差唔多1萬蚊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出路嚟嘅，即係我單靠去打一份工，就係祈求會過得好好啦，啲日子唔會嘅，因為你可以有數得計㗎嘛。你會份工揾幾多錢，然後你生活嘅使費要幾多，你計條數根本唔對路喎，唔得㗎喎，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要開始去揾自己嘅方法。咁所以咧，當我去到大學嘅時候啦，當年18歲啦，咁我就係開始做好多嘅兼職工作。咁主要咧，其實都係補習教中小學生啦。咁好多大學生都係咁樣做㗎啦。咁每個月平均咧都賺到1萬幾千蚊嘅。咁因為我係真係做得好勤力嘅，咁啊真係接好多補習嘅。咁唔係返學嘅時候，其實我就去做補習，係啦。咁放學我又去做補習，禮拜6日都係做補習，咁就變咗都揾到萬幾蚊嘅每一個月。咁我當時咧就決定咧，其實呢一筆錢咧，我揾到幾多咧，我就投資幾多。咁嗰個最低限度就每個月我要投資1萬蚊，係啦。咁就係
每個月要儲1萬蚊啦，然後全數攞去投資，咁去建立一個投資嘅習慣，咁等自己慢慢可以建立到一啲資產啊，可以令到我個財富不斷有增值啊，啲錢係可以繼續幫我去揾錢嘅，咁享受到一個複利嘅效應，係啦，咁呢個係一個我財務自由嘅起點啦，即係可以話係。咁當其時咧，其實就真係為咗慳錢啦、儲錢咧，其實都真係好辛苦嘅，亦都係真係好窮嘅嗰啲日子係過得。因為其實我本身即係家境唔好啦，咁我係1蚊零用錢都冇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就大學嘅時候，暫時就叫做唔需要俾家用啦。咁所以其實你揾到幾多錢咧，都係即係可以即係自己儲起佢嘅。咁但係咁都要交學費啦，咁呢啲都要自己去承擔啦。咁所以其實每個月要儲1萬蚊咧，都好唔容易嘅，因為大學1年學費都4萬蚊嘅喎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好多時候一啲社交上咧，我都係盡量避免嘅，即係譬如朋友約我去食飯、唱 K、睇戲、去旅行，其實都大部分都係會拒絕嘅。咁但係我都係有一個正常社交嘅，但係有一啲社交活動我就未必會參與咁樣樣啦，係啦。咁食飯咧就即係只會食最平嘅餐廳，咁食最平嘅餐廳咧都會即係專登係揀一啲即係比較平嘅餐去嗌啦，咁就唔會食一啲好貴嘅嘢，慳得1蚊得1蚊啦，咁就所有嘢都係節衣縮食㗎啦，係啦。咁我每一分錢咧都覺得係即係一個可以改變命運嘅種子咯，係啦。因為其實你每慳啲1蚊，你就多1蚊去投資，然後你多1蚊投資咧，其實佢可以將來滾得大嘅機會咧就會高啲咯。咁喺夜晚一啲空餘嘅時間啦，即係當我即係又唔使補習啦，即係返到屋企冇嘢做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即係除咗兼顧學業啦，因為大學其實你都要讀書㗎嘛，你都要有功課㗎嘛，即係學業都繁重㗎嘛。除咗兼顧學業之外咧，我就會自己去花好多時間睇好多投資嘅書，因為投資就唔係話我求其買隻股票咁佢就會升，即係唔係咁樣㗎嘛。即係大家如果你有投資嘅經驗，你都知道你真係要好了解一個股票，或者你好了解一個投資工具，你知道你個策略應該係點樣，你先至可以去做，而唔係話我揾咗錢就抌落去咁就係啦咁樣，即係唔係咁簡單啦可以話。咁你一定要對嗰樣嘢有相當嘅認識，你先至知道可以點樣去賺錢，點樣去增值自己嘅財富嘅。咁所以我夜晚咧，我會自己睇好多投資書啦。我亦都因為我原本咧中學同大學咧我都冇讀商科嘅，咁我亦都冇任何即係叫做金融啊經濟嘅背景，所以好多嘢其實我可以話係即係我係從零開始去學嘅。咁但係就慢慢建立，同財富都係一樣，即係要慢慢去累積，慢慢去建立，咁去希望可以將來改變命運。咁終於去到我大學3年班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我達到咗我自己當時設定俾自己嘅目標，就係要喺大學畢業之前有30萬嘅資產咁樣樣。咁我嗰個計劃咧就係即係叫做係，即係我呢個目標啊，就係其實係提早完成咗嘅，因為我當其時我其實未畢業㗎嘛，即係大學3年班仲有成2年時間，咁已經係達到咗呢個目標㗎啦。咁其實你都可以計返條數嘅，咁我每個月係會儲1萬蚊㗎嘛，咁你2年就已經係24萬啦。咁24萬再加埋我喺投資入面係真係的確有獲利嘅，即係個資產係有增長到嘅，係啦。咁變咗我嘅總資產淨值咧喺大學3年班已經去到30萬㗎啦。以一個大學生嚟講，你唔係全職工作，你可以喺2年內由0開始去到30萬，我覺得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唔錯嘅成績啦咁樣樣。咁去到大學畢業之後咧，我就即係投身咗教育界啦，就成為咗一個中學老師。咁人工咧，你都可以上網去 search 到啦，就係35K 啦，即係35,000蚊港幣。咁我都係繼續咧保持住我即係一路以嚟就係即係賺幾多就儲幾多，然後就全數攞去投資呢個策略。咁當然啦，你出到去成為一個即係全職嘅，你可以話上班族，咁你係有一啲嘅責任嘅。首先第一咧就係我要俾家用啦，係啦，咁家用咧我就係俾咗6000蚊嘅，一開始5000蚊，咁後來因為人工會升咧，就即係慢慢加上去啦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我就亦都會儲起一部分啦，就係即係除咗俾家用之外，我的確會儲起一部分嘅錢咧，我唔會掂嘅，就係因為有一啲可能係
急切需要我要攞到啲錢出嚟嘅嘢啦，同埋我始終其實衣食住行咧，即係雖然我同屋企人繼續住啦，咁但係其實你食飯搭車都要錢噶嘛，咁呢啲係無可避免嘅，同埋其實你要交稅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其實變咗你都係的確要儲起一筆叫做緊急嘅現金啦咁樣樣，咁但係生活咧整體都係好節儉嘅，咁每個月嗰個儲蓄率咧個目標啦，咁最後我的確做到嘅就係大概係70%，係啦，即係總之揾幾多錢都好，就冇得話好似以前咁100%啦，咁但係真係就70%係啦，咁就係一個極度嘅儲蓄，咁然後咧就再攞晒去投資，每個月咁去投資，咁就去有我自己嘅 portfolio 啦，咁啊除咗指數基金之外，我亦都自己係有選一啲個別嘅股票去買啊，跟住然後長期持有，咁我就唔係短炒嘅，即係唔係話每一 day trade 咁樣，跟住今日買咗，跟住又放翻出去，聽日又放，即係我唔係做呢啲短線炒賣嘅，即係我係研究好耐，跟住然之後我覺得個時機啱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買，咁然之後有一個嗱，當然啦，投資策略咧，我就唔想喺呢一條片講得太仔細，因為呢一條片主要就係講即係成個過程啦。咁啊，一啲投資策略嘅，我想喺之後嘅影片先至去即係分開去講啦，咁樣樣，因為其實要講都可以講好耐嘅，咪亦都建立咗一啲被動收入嘅，係啦，即係除咗話投資之外咧，其實亦都我自己額外係有唔同方式咧賺取到一啲額外嘅收入嘅。咁去到我全職工作咗大概1年之後咧，其實我個總資產已經係達到咗100萬㗎啦。咁100萬其實坦白講，即係咪好多咧？即係尤其是以香港嚟講，其實就絕對唔係啦。因為你知道香港普普通通一層樓係講緊已經係600萬、700萬、800萬咁樣樣。咪100萬絕對唔係話一個即係值得炫耀嘅數目啦咁樣樣。但係對我嚟講就係一個即係少少嘅里程碑啦。即係第一桶金100萬就係第一桶金。你識得去賺第一個100萬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個100萬就會能夠以更加短、更加快嘅時間去賺得翻嚟，因為你已經累積咗知識，你已經累積咗唔同嘅方法幫你去賺錢，咁所以你賺到第一個100萬，第二個100萬，第三個100萬，其實你就已經係有經驗，你會得心應手好多，係啦。咁我其實就繼續堅持我自己一貫嘅策略啦。咁最後咧喺27歲嗰一年，即係過咗5年之後咧，我就終於達成咗財務自由啦。咁當其時我個資產咧就真係進入咗7位數字，咁我就真係正式辭職啦，真係退休啦。咁其實我都係慎重考慮過嘅，即係其實啲錢，因為我好坦白講，你話係咪大富大貴咧？即係咪已經去到幾十億身家咧？咁就絕對唔係嘅。咁但係我建立咗嘅資產，而為我帶嚟嘅被動收入咧，已經係多過我一個全職翻工嘅收入。咁我點解唔趁住自己仲係一個年輕嘅時候，即係相對地啦，即係27歲唔算係老啦，即係對比起20歲當然係老咗㗎啦。咁但係即係27歲仲叫做好年輕啦，喺而家呢個世代。咁點解唔去體驗下唔同嘅嘢咧？即係做一個學校老師唔係唔好，但係即係你會一路喺同一個地方咯。即係當然你都會有放假嘅時候，咁但係即係始終你一個全職嘅老師，你係一個比較困身嘅工作嚟嘅。咁你話我想去唔同地方去遊歷下喎，或者我想試下一啲唔同嘅嘢，或者我譬如而家我想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 喎，得唔得咧？即係唔係話唔得，但係你會好忙好辛苦咯。咁我就覺得既然係咁啦，我又已經有咁樣嘅資產喺度，又已經係會持續去滾大啦，會增值啦，我又有足夠嘅被動收入啦。咁點解我唔俾自己去當係即係放一個長嘅假期，去決定自己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咧？咁樣樣，咁所以我就決定退休。即係當然啦，你話可能之後我發覺我都想教書嘅，咁我都可以再教翻書，即係呢個係我覺得自己係一定可以做到嘅嘢啦。咁所以變咗我係冇話太大考慮嘅，係啦，即係我就覺得我係想過自己一個自己決定點樣過嘅生活。咁呢個就係財富自由或者財務自由嗰個最大嘅一個價值啫嘛，就係你可以決定你想過一個點樣嘅生活。財務自由之後，我決定我係想繼續打呢份工嘅，其實冇問題嘅。但係你打呢份工，你個心境都會輕鬆好多咯，
因為我唔使驚俾老細炒，你炒我都唔緊要㗎，我第二日我唔使驚冇飯食嚇，我 keep 住有咁多嘅被動收入咁樣樣，呢個就係財務自由嗰個重點咯，就係你可以決定點樣過你嘅想過嘅生活咯，即係啦，你話你想打工又得，你想唔打工又得，呢個就係財務自由為你帶嚟嘅一個最大嘅好處啦，我可以話係。咁好坦白講啦，成個過程我自己覺得咧係有少少幸運成分嘅。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喺成個過程之中咧，我睇翻轉頭啦，我其實係展現咗一個好高嘅紀律同埋一個執行力嘅。即係首先第一就係差唔多10年嘅時間，你係講緊你揾幾多錢，你就可以真係攞晒去投資。即係除咗必要嘅開支啦，坦白講，即係食飯搭車呢啲一定要嘅。咁我係真係攞晒去投資，我犧牲咗好多個人嘅享樂。即係10年嚟，我冇乜點樣去將啲錢消費喺一啲娛樂上面啊，或者一啲即係不必要嘅項目上面係極少，係啦。咁呢個要好高嘅紀律啦，同埋就係你要好高嘅執行力，係啦，即係你啲嘢諗到，你有計劃到，你做唔做到咧？即係好多人成日都好多計劃、好多想法嘅，但係你最後有冇去做啊？你有冇去？即係我哋英文叫 execution 啦，即係你有冇真係去執行到嗰樣嘢？即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喎，係啦。咁所以我覺得成個過程，你話幸運成分點都有嘅，因為我好多嘅投資點解可以獲利好多咧，或者點解我一啲揾錢方法會成功咧咁樣樣？咁背後我覺得點都有啲幸運嘅，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好多時候有啲成功嘅人出嚟講咧，佢哋會成日係我好努力點，但係其實努力我覺得係基本咯，係啦。咁幸運都係幸運成分，我係覺得係有嘅。咁如果我冇咁幸運嘅話，咁我相信我最後都會財務自由，但係嗰個時間可能就會長少少，即係可能要去到我30歲啊，或者30幾歲啊咁樣樣。咁但係我就覺得自己係除咗幸運之外，都的確係有紀律，有好強嘅執行力。咁我而家創立呢一個 channel 啦，即係財務自由族，其實就係因為我見到好多香港人咧，其實同我以前一樣嘅，即係喺呢個城市每日掙扎求存，捱生捱死咁，但係其實個感覺係冇出路嘅。我好明白呢種無力感，但係我更加相信一樣嘢就係，如果你肯去開始，你肯堅持住，你肯有一個紀律，你一樣都可以逃出呢個困境。咁點解呢個 channel 叫做財務自由族咧？就係因為即係呢個社會好中意用一個個族群去稱呼唔同嘅人嘅，即係譬如低頭族、上班族、年輕一族咁樣。即係咁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個叫做財務自由族咧？咁呢一個族群嘅人就係全部都財務自由嘅。咁我好希望係咁樣，我希望由我去創立呢一個頻道啦，咁然後加入嘅所有人，你喺呢一個群體，你係屬於財務自由族嘅一份子。咁我哋每一個人可以喺度分享自己識嘅嘢，我哋分享自己嘅經歷，我哋最後一齊全部人財務自由。你呢一刻未必係財務自由，但係可能1年2年之後，或者耐少少4-5年之後，再唔係你10年8年之後，你都可以財務自由。只要你肯去做，你肯去踏出呢一步。咁我就係最想做到呢樣嘢。我希望每一個嚟到呢個群體嘅人，加入我哋呢個群體嘅人，都可以係財務自由。就算今日唔係，你聽日都係。呢個就係我諗咗好耐，我想成立呢一個 channel。點解叫財務自由族？就係因為我希望呢一個群體所有人都可以財務自由。咁我喺呢個 channel 咧會分享啲乜嘢咧？其實主要啦，暫時就係我一啲諗法啦，就係以下呢4種啦，就係首先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個高儲蓄率，即係有咩方法咧？即係無論你高收入低收入都好，點樣可以儲到錢咧？即係你揾得萬幾蚊，你點樣儲錢咧？或者你揾幾萬蚊，你點樣去儲錢咧？咁呢啲我想講下啦。咁我亦都會講下，因為坦白講，即係我明白嘅。如果個收入唔高咧，係好難儲錢嘅。即係無論你個支出有幾細都好啦，你好難做到一個高儲蓄率嘅。即係香港物價咁高嘅情況底下，咁所以我都會分享一啲咧，就係即係除咗你
打份工之外啦，有咩賺錢嘅方法係啦，即係我都會分享啦。咁啊，第二咧我就會分享過一啲我用過好激進，但係又激進得嚟又好實際嘅一啲策略啦。咁啊，投資嘅策略啦，咁我都會講啦。香港嘅一啲主流嘅投資工具啦，即係譬如即係股票啊、債券啊、同埋樓市啊咁樣樣，咁我都會講啦。咁啊，會同大家分享一下、交流一下，咁就係即係喺投資上面有啲咩唔同嘅工具啦，同埋唔同嘅工具你有咩唔同嘅嘢要認識啦，咁樣樣係啦，或者有咩要建立啦咁樣。咁最尾嗰樣嘢咧，就係我自己都覺得係真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嚟嘅，就係你個心態同埋執行力。好多人最後財務自由唔到咧，或者係好耐先至，即係要可能明明係10年8年就做到，但係佢一路都做唔到嘅，就係因為佢冇一個正確嘅心態。即係你個心態唔正確咧，你係好難財務自由到嘅。另外就係你個執行力啦，即係紀律啦。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最重要嘅。即係你只要個心態喺度咧，財務自由只係一個即係時間嘅問題，係啦。即係你有正確嘅心態，有足夠嘅執行力，你就算今日唔係財務自由，你1-2年之後都係，你幾年之後你都係，只係時間嘅問題嚟嘅啫。咁所以呢個係最重要啦。咁我會用我最真實、最貼地嘅方式去分享。咁唔係淨係講我一啲成功過嘅嘢。即係成功過嘅嘢固然之要同大家分享啦，但我都會同大家講一啲我踩過嘅坑，我失敗過嘅嘢。咁等大家知道有啲乜嘢可能係唔 work 啦，或者要即係前車之鑑啦，即係你唔好再犯翻同樣嘅錯啦，咁樣樣係啦。即係行過嘅路，我全部都會同大家好透明咁樣去分享晒俾大家聽嘅。咁嚟到影片結尾啦，咁如果你覺得自己都係好想加入財務自由族，你都好想去追尋財務自由嘅話咧，請你加入我哋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咁喺下面嘅 comment 話俾我知，你而家最大嘅財務痛點係乜嘢？即係你係咪儲唔到錢啦？你係咪收入唔夠啊？你係咪唔識得去投資啦？咁樣，咁你喺下面同我哋講，你而家面對嘅問題係乜嘢？你而家財務上嘅痛點係乜嘢？咁我全部都會親自回覆啦，我會睇啦，咁樣希望同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咁樣樣，俾啲意見又好，或者去講下我一啲睇法都好。咁第一集咧就第一條影片啦，就係暫時講咁多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啦。如果你哋聽到嚟呢度嘅話，都好感激你去聽完我嘅分享啦。咁最後咧，就想送一句説話俾大家啦。財務自由咧，其實就係啲有紀律嘅人嘅一個目的地嚟嘅，即係唔係話有錢人要天生出世好有錢先至財務自由，而係普通人都可以靠住一個普通嘅工作、普通嘅收入去達到財務自由。你唔需要等到60歲，你唔需要等到70歲，你可以好年輕，係一個尚算年輕嘅年紀咧，你已經可以財務自由㗎啦。咁我係你哋財務自由族嘅一份子，亦都好希望大家會加入成為財務自由族嘅一份子。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